即马问啊，台湾伫咧南亚的孟加拉，对年初开始天9日疫情就压袂落来，到今已经超过20万例，超过17人死亡，是有史以来上严重的。一寡偏远所在病患拢要前入去首都打卡病院，医护人员是强要经袂调。 孟加拉首都打卡的公立病院，天9日病房专区会当讲拢无床位，伫挂号区客源等待看诊的病人。过去9个月，孟加拉的天9日疫情伫庄卡真紧摊开，全国确诊人数超过20万。一个爸爸讲，囡仔早起也个活跳跳，尾仔突然发烧，人神神。孟加拉官方卫生服务部门在伊公布疫病数据，今年以来已经有1006名天9日病人过身，那15岁以下儿童甲婴幼儿都有112人。那报告发布了后24点钟以来，各增加17人死亡。院方指出，今年的疫情显示天9日病例已经为城市摊到庄卡，而且多数的病人毋是头一摆确诊，中和感染也增加并发症的风险。ঢাকার রোগী কমলেও ঢাকার বাইরের অন্যান্য অঞ্চল থেকে রোগীর সংখ্যা ক্রমাগত বেড়ে যাচ্ছে যেমন আজকের পরিসংখ্যান যদি আপনাকে দেই目前孟加拉的64个行政区拢传出天9日病例，在2019年以前，天9日只出现伫打卡。院方观察，以早天9日疫情集中伫6至9月雨季，即马连寒天拢有病例。孟加拉疫情严重的原因，除了环境卫生欠管理，全球暖化造成异常的落雨甲高温，提供白芒糖真好的生长条件，进一步加速疫情的传播。目前天9日无对应的治疗药物，那日本武田药厂研发的天9日疫苗，临床试验结果有84%的防护力，会当降低住院率，提悬61%的免疫力。先后拢得到欧盟、巴西、阿根廷、印尼甲泰国核准。世界卫生组织 WHO 专家小组伫8月份也公开核准这支疫苗的使用。公视新闻张淑芬编译。